大陆女星范冰冰因为阴阳合同，让演艺生涯陷入危机，传出最近要复出，揭发她逃税的崔永元在出招，暗示手上还有其他把柄。另外，范冰冰的8岁堂妹范朵朵从模特儿圈跨足戏剧圈，近照曝光，网友大赞全家高颜值。走上伸展台，自信满满，台风稳健。她是范冰冰的堂妹范朵朵，年仅8岁的她即将从模特儿圈跨足戏剧圈演儿童剧，近照曝光，让网友大赞全家高颜值。面对镜头表情自然，完全颇有几分童星架势。范朵朵从小就是个美人胚子，长相甜美又有仙气，靠着堂姐范冰冰在圈成为知名小模特儿。先前跟范冰冰的合照也曝光，让网友大赞完全不输范冰冰。尽管才8岁而已，但心路备受期待。至于范冰冰，去年因为卷入逃漏税风波，演艺事业全面停摆，神隐半年时间。最近传出要复出的消息，不过多次揭发她逃税的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也再度出招，在微博贴出范冰冰拍摄电影大轰炸的合约内容，讽刺地说：“听说要复出了，把合同范本再晒晒，省得不会签了。”甚至还转发新闻评论发文说：“我的抽屉里也还有他的东东，慢慢玩。”暗示自己手上还有范冰冰其他的把柄，显然并没有要就此罢手的意思。是否还有其他未爆弹，格外引人瞩目。